我欠学校3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说大姐，都上了2年学了，你居然一次学费也没交过呀？你钱呢？买吉他了。太牛了！早知道可以不交学费，我就把那钱攒着，将来买吉普了。别说那么不着调的话，都什么时候了？咱们现在主要是要凑齐3万块钱，把这学费补交上去。啊？我没钱。胖娃儿，哎，我跟你说嘛，哎呀，我最近遇到点小麻烦。咋子？我们寝室那个女娃子，哎呀，她被一个龟儿子把肚子搞大了。哎，就是那个多漂亮那个。对的，冬眠啊。哎呀，你不晓得她只烦人了。她要去做流产的嘛。哎呀，流产是要花钱噻。啊，那多不好意思呢，给你要钱那不好意思的嘛。哎呀，要不得。哎呀，好吧，啊胖哥，哎呀你好仗义哟，谢谢了哈。给二叔这门口见，要得，我回头把他的电话号码发给你。哎呀，好，一会儿见哈。哎，那珊珊，我长得这么清光清爽，我就值1万块钱我。1万块钱价钱不错了，就我的电话号码贴在学校门口也没人要啊。疯狗啊这是！你赶紧的。别看我，就剩1万多了。妈妈，我想要点钱。要钱干什么？要钱干什么？哎，我要学法语。我要去法国，去卢浮宫，跟他们去看画展。卢浮宫有各国语言的解说，有吗？有。那我学日语。我去日本，看那个浮世绘。妈妈，你给我点钱吧，我求求你了。乐晨他没钱交学费了，立刻放！再来尝一尝我们多瑞恩的巧克力。好嘞，好的。慢走。老板，来杯汤力水。啊，好，马上。明姐，你怎么了？明姐，冰冰，明姐，明姐你怎么了？麦克叔叔。哎，闪闪079，你是马儿的身子，皇帝的命，
你说我这整天辛辛苦苦的，闪闪一句话，我就得变成你的奴隶了。人家闪闪079不会说话，可是他特别懂事儿，知道我对他好。你知道他不会说话，你还成天跟人聊天，都把人聊郁闷了。你完全就忽略到，在你的身边还有一个大活人呢。闪闪079，你瞧瞧你博士叔叔啊，小心眼劲儿的，还吃你醋呢。他会驮着我跑，你能吗？我能啊，我怎么不能啊？就你，哎呀呀，你小身板儿，我可舍不得。你真舍不得？唉，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闪闪079吗？为什么呀？因为他从来都不会躲着我，不会离开我，他会一直陪在我身边。我告诉你啊，人这一天呀，他睁眼的时候也就是那么10多个小时，这还是多说着啊。咱就不能把这个你对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的精力转移到其他事情或者其他人身上吗？啊，没准这样的话，你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更美好的一片风景。冬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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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医生，医生，医生，他醒了。醒了，还晕吗？感觉好点没有？医生，那孩子呢？孩子没事吧？你还知道你有孩子呀？你老婆有妊高症，血压还特别低，昨晚没吃饭吧？又没吃饭。你说你这当丈夫的也真是的，你老婆怀孕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带她定期做体检，你说你这么不负责任，以后孩子出生了怎么喊你爸呀？是，您说的太对了，我呀工作太忙了，没有好好的照顾好我老婆，我大意了。我告诉你啊，以后等你老婆出院了，定期带她做体检，每天要量血压，随时呢给她带点小零食什么的啊，千万不能干这种重活。是，您说的太对了，大夫，我保证好好的照顾好我老婆，啊，听话啊。Dongmian, you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has arrived. 小伙子，手。I heard you fainted. Are you okay? Yes, I'm okay. 你确定她没事？我刚才跟她丈夫说过了，应该没有事情。跟她丈夫说了。对呀，这位先生。那你自己先休息一下，有事情的时候找我。冬眠。冬眠，还是我送你回去吧，车就停在楼下。It's okay, kid. It's on my way. I'll take it. 不用了，闪闪一会儿就会来接我。我得先走了。哎呀，干嘛去啊？为什么？什么没什么？为什么这么执着？我一向这样，只要我认准的事情，就会执着。听说你不缺女人，我也听说，你不仅不缺女人，连男人也不缺，是吧？什么都不缺。我告诉你，离婚协议书上
我没有签字，所以按法律，他还是我的。麦克，你听好了，我没有想要占据他的意思，但是你应该知道，他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他。不管到最后他选择了谁，我想的是怎么样去保护他和我的孩子。你自己看看，10个感叹号，你想吓死谁啊？那不是麦克跟戚明峰都来了，我得叫你来救我嘛。救你，大姐，你摸摸我这小心脏，现在还砰砰砰的跳呢。你这是主动引诱我犯罪了？我爸来了！出来吧，别碰我啊！我又不是麦克。哎呦我的妈呀！你干嘛要总提麦克呀？哎，我问你啊，麦克和戚明峰成天这么折腾，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呀？这戚明峰成天往这儿跑，别说你了，我都有点心动了。什么意思啊？我就想让你看看。可风，你不觉得你变了吗？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那你不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像我自己了吗？像你？那请问你以前的你怎么不是这样啊？那是因为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才是真正的我。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天天就在家给你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我觉得我生活可以多姿多彩，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好，所以你就教我如何在家吃软饭，是吧？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我们俩没什么好谈。可风，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女人之间是有分工的。如果让女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那请问要我们男人做什么？老公，你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大男子主义的想法？我难道说的不对吗？我前段时间我看过一本写夫妻关系的书，他说有一对夫妻，20年生活在2栋不同的公寓里面，他们都拥有彼此的生活，他们反而不会吵架，也没有矛盾，我觉得很好，我特别羡慕他们。你觉得好？这他妈是过日子吗？这他妈是一个传奇。行，这个例子可能挺特殊的，但是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拥有彼此的生活啊。你可以有你的事业，我也行。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我为什么不行呢？我真的不想像以前那样，就每天在家等着你，你只要晚回来1分钟，我整个人就抓狂，我就不停的给你发信息、打电话，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我觉得我就像一只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我怎么也飞不出去，就等着你过来给我开那个门。你不觉得我特别可怜吗？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那时候我好可怜啊。我不想过那样生活了，我觉得太让人窒息了。好吧，老婆，这些话你以前从来没说过，不过你今天既然说出来了，那我愿意为了你去试一试，因为我爱你。但是我也有一个心愿跟请求，我希望你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这个家，因为
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是我们两个人当初最大的一个心愿，对不对？试试。哎呀，没人惯着你啊，你是一只幸福的小鸟。好了，儿子啊，妈，怎么样啊？那工作什么都还挺顺利的。我这工作挺好的，领导都特别器重我，还要给我升职呢啊。那你这个，那什么个人生活怎么样啊？啊，妈，那个我这儿还有点事儿啊，我先忙啊。什么？哎，妈，你说什么呢，妈？我怎么听不见啊？我问你啊，我说你个人生活是怎么样？你那信号不好吧？啊，妈，什么信号不好啊？刚才还挺清楚，我就听你就有点远，可是挺清楚的。喂，我一问你这个，你就信号不好，你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啊？喂，个死孩子，你这真是。哎呦，哎呦，哎呀，嘿，哎呦，阿姨，哎呀，姑娘，没事吧？没事，就抽我一把，给我扶起来。好嘞，来，慢点。嘿，怎么样，阿姨？哎呀，能动吗？没事，这寸劲儿崴了一下。哎呀，这样，阿姨，咱慢点，我扶您回去吧。你给我扶。哎，好嘞，来。哎呀，这心会碰上你。哎呀，呼，哎呀，呼，哎呀，阿姨，您伤的严不严重啊？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哎，不用，医院不去。这岁数大了，真是不饶人。就这么一寸劲儿。你是上我们农场来学习来了？不是，我是这个健康顾问，专门培育有机蔬菜的。你是这儿的？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新来的。后来，岁数不大啊，姑娘。来，我这来进我办公室。来，阿姨您进办公室坐。哎，阿姨您慢点。哎呦嗨，这样，阿姨，我把您腿放到桌子上。哎呦，这样舒服点没有？舒服多了。还疼不疼？其实倒没怎么疼。你要喝水你自己倒。哎，阿姨您别动，我渴了我自己来。你别说啊，让阿姨猜啊，我看看我这眼力还行不行？你今年21？哪有那么年轻啊，阿姨？我23了。哎呦，你比我儿子整小7岁。我喜欢这7，你知道吗？这7这数不能被整除，这是一定数。是吗？你叫什么来着？小雅啊，小雅。呀，这长这么漂亮，这男生不得头天晚上掰一马扎坐你家门口排队等着你？阿姨，让您说笑了，哪有那么多人呀？不瞒您说，我现在还单身呢。你还单身呢？你们家几个孩子啊？哎呦，你爸妈不着急呀？姑娘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结冤仇。这话可能不适合你。我告诉你啊，女孩子25岁以前一定要光鲜亮丽的把自己给嫁出去。过了25了，虽然你到时候不像25的，那叫什么来着？圣斗士。是啊，阿姨，我也不想成为圣斗士，可是您知道我天天上班下班，工作太忙，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怎么都是这句话呀？啊？不是你这工作事业是重要，我说这人来到一世是要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的。可是这个谈恋爱结婚这也是一个事业，你这个那么繁琐的谈恋爱，可以这一段可以把它减去。是，阿姨您别生气。没事，我说话就大嗓门。我要是你父母，我就告诉你，闭着眼出去摸谁是谁。不是阿姨，我真是闭着眼出去摸，我太没追求了吧？你叫什么来着？小雅啊，小雅是这样哈。如今这个时代，如果身边碰上这么几种男生，机会不能错过，一定要抓住。哪几种？搞技术，工程师不能跑，
律师也不能碰，事儿多。医生靠谱，特别是兽医，极品。一杯咖啡，谢谢。哎，妈，儿子，你这天凉了，你这想着加衣服，不是你什么时候你到我这农场来一趟？我是说那个，我们这有一个新产品啊，那个下脚料就拉倒吧您就直说，又看上哪家姑娘？要说是我儿子呢，是个小姑娘，我看着特别好，这行，你得看看她。我自己的事情我能解决，您就别瞎操心了。你说您儿子长得这么帅，那十里八乡都是标杆，您老让我去相亲，你说就跟我自己找不着似的。你这，妈您放心吧，我保证给您娶个漂亮的媳妇儿回去，好不好？我知道了啊。不是，你听，你这不让人说完话就挂了。糖。可风，下班了，走啊！哎，我马上画完了，一会儿就走。行，那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了啊。好，明天见，拜拜。拜拜。妈，我都跟您说了，我自己能找到媳妇儿，这事儿啊，您就别操。疼了，从来没这么疼过。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干嘛呢？你感觉生气了你？我告诉你啊，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你帮我把门锁上啊。哎，不是。